Hello，歡迎大家收聽 Sha Talk 心靈分享，我係 Charlemagne 沙利文，好耐冇見，好耐冇同大家聲音相見。咁唔知可能有聽開我嘅朋友，或者你只不過係咁啱係嘛碌過嘅朋友，不論乜嘢都好，可能你都會發現，咦，我對上一次嘅 update 已經係好一段時間之前咯。咁其實咧都想交代翻，同大家分享翻過去嗰半年嘅日子啦，大概啦嚇，我嘅生活上啦，或者各方面嘅一啲嘅狀況係啦。點解會遲咗，即係少咗 update 咧？又或者係即係究竟我個好多嘅時間專注力擺咗喺邊度咧？咁樣咁其實咧確實嘅喺過去嗰半年嘅時間啦，我諗我喺工作嘅步伐咧，我諗係放慢咗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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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覺得唔係真係急需要我去做啦，或者真係應承咗嘅嘢咧，我盡量都減少，因為喺過去嗰半年嘅時間，好多嘅心力擺咗喺我嘅屋企之上啦，我女女嘅身體啦，係啦，即係我之前有幾集有分享過啦，有即係個羊癇症抽搐嘅一個嘅狀況啦，咁所以即係斷斷續續係啦，咁每一次發生嘅時候，即係我哋不斷都係揾緊好多，即係探索緊、試緊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一啲嘅方案啦，亦都睇過即係唔同嘅醫生啦，係啦，中醫我哋都換過幾個㗎咁樣，咁所以慢慢開始迎來一啲嘅好轉啦，即係我自己 touch wood 係啦，我自己感覺上好轉啦，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慢慢啦，即係我自己嘅心力啦，可以多返啲擺喺我自己工作上面，或者我自己熱愛嘅事情上面啦，咁樣。係啦，所以其實呢一刻我分享咧，其實係內心有激動嘅，係啦，因為喺過去嗰段日子啦，其實一方面其實當然我個心力擺喺屋企啦，另一方面其實個心咧係有種個底會有種悶悶不樂嘅，會覺得其實我會唔會擺低咗太耐呢？即係會有呢啲嘅諗法浮起嘅，等等啦，各方面啦。咁但係我允許我自己有一啲嘅時間，我容許我自己有啲嘅空間，所以同我自己講唔緊要㗎，慢啲都冇所謂㗎，係啊。咁亦都感恩啦，即係我自己以往嘅一啲嘅累積啦，令到我可以有呢個空間俾我自己，係啦。咁而其實咧亦都係好開心咧，就係喺過去嘅日子啦。一方面我自己即係擺咗好多精神時間喺屋企啦，另一方面就係其實我都有花一啲時間咧，係上一啲我自己有興趣嘅堂嘅。咁當然好多都係 online 嘅堂啦，咁樣。亦都多咗啲時間，就逼咗啲時間咧，去俾自己去沉澱下我自己咁樣。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咧，就係今日其中一個激動嘅原因係咧，我覺得我更加梳理得清晰咧，我嚟緊嘅嗰個人生嘅方向。咁當然啦，我成日都話人生方向可以隨住我哋嘅經歷啦，或者係一啲嘅諗法改變，會有個調整嘅。咁所以可能每隔一段時間，我都會深刻梳理一下、調整一下，有冇啲嘢我想即係 adjust 咧，或者調和咧咁樣。咁我想講咧，就係其實我發現咧，我自己心目中咧，即係喺梳理嘅其中一部分咧，就係我發現翻拎級翻咧，就係我自己心目當中咧，我最大嘅一個願望係喺工作上、事業上，就係能夠透過我嘅聲音，善用我嘅聲音，不論係我嘅分享啦、我嘅教學啦，定還是我嘅歌聲，去令到更加多人健康快樂。就係咁簡單，咁所以咧，原來我發現咧呢一個念頭，呢一個嘅呢個願望咧喺我心目當中咧係好大。當我疏通翻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我整個人咧係都更加有動力，係啦，咁好開心啊，所以好激動嘅。同埋咧就係其實亦都貫穿咗啦，即係其實貫穿咗，其實呢個大嘅願望、大嘅念頭咧，都貫穿咗我好多喺過往做嘅事情嚇。但係過往其實冇好清晰地認知到呢個就係 this is it
嘅感覺，而今次我就this is it 嘅感覺嚇，即係過往咧，其實我都有好多即係我想做呢樣嘢，咁我去做嚇，譬如可能喺親子教育方面，我想去分享咁樣樣，咁又去嘗試去做啦，咁又咁啱有一啲嘅機緣俾我去嘗試去分享一啲即係親子教育啦、家長嘅講座啦咁樣，咁而譬如可能喺唱歌用聲或者説話用聲嘅分享，咁我自己係咯，即係過往都做好多啦咁樣。咁但係再疏通翻嘅時候，一切源自於就係我希望令到更加多人健康快樂，就係咁簡單。所以其實我覺得乜嘢角色或者係乜嘢嘅 title 名銜唔重要咯，對我嚟講，因為無論我將來係以一個聲樂導師嘅身份，定還是有時候我係一個情緒療癒師嘅身份，乜嘢身份都好咯，都係源自於呢一個念頭。咁所以其實放低晒所有嘅角色，所有嘅身份，我係 Charlemagne 沙利文。其實就算去到我退休，我都會帶住呢個念頭去生活㗎。哪怕係可能同我身邊人同我去傾偈交往，係咪啊？其實我都依然係會帶住呢個念頭同佢傾偈交往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自己最開心就係話咧，其實即係我發現咧，其實對於我嚟講咧，最成功啦，或者最正嘅狀態就係能夠持續地去係啦。去做一啲嘅事，去分享，令到更加多人健康快樂，係啦，咁就係我覺得好正嘅狀態。咁當然過程當中，我係一個好中意進步，我好中意去學嘢，好中意當中喺入邊有進步有成長嘅。咁所以咧，嗰個 input 同 output 咧係一個 loop 嚟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諗我未來嘅日子咧，即係無論我工作幾忙都好咧，我都會花時間咧俾我自己去學一啲嘅即係我有興趣嘅嘢啦嚇，即係可能係同一個類別嘅嘢繼續深化啦，又或者一啲任何我自己 feel interested 嘅嘢。咁我覺得呢一個過程當中係令到我自己成個人咧係 keep refresh 嘅，係啦。咁係啦，咁所以今日咧能夠做呢個嘅 podcast 好開心。係啦，就係想同大家分享翻喺過去嗰段日子嘅一啲自己嘅體會啦。自己嘅一啲嘅經歷係啦，咁唔使太長啦，咁今日嘅 podcast 就到呢度，好唔好啊？咁我希望下一次再同大家聲音相見。我係 Charlemagne 沙利文，拜拜。